通病发生这个集中感染已经有40天啊，经过指挥中心专家评估，感染的控制过关，所有医护的采检啦、验血清拢无问题，今日正式重新营运。为了部长陈时中、行政院长苏贞昌冒到现场替这医护人员加油。当然，在地人拢真惯势伫遮看病，因为一寡慢性病药啊食袂了去啊，嘛赶伫这一天来看诊。是讲因为这个是慢慢啊开放，目前的门诊差不多呢恢复8成尔。干来使伫现场挂号，袂使伫网络挂号。啊，有关治疗新冠病人的隔离病房会较晚才回放。这是你哈。排咧看诊的民众是有够侪，提出健保卡确认身份。通病院正式恢复营运，赶伫头一天倒来找医生，因为捌听诊过。慢性病药啊，强要食了去啊！我是那个血糖，所以我必须要拿那个连续处方签。因为血糖药不能不吃啊。然后今天知道他可以看，就赶快回来看了。桃园医院重启的第1个月只开放民众来到现场排队挂号，线上还有网络预约，必须等到3月之后。医院讲，昨刚开放小门诊，就超过2000人来，今日已经恢复8成，所以会慢慢接回进前转院的重症病患。有关治疗新冠确诊的人，符合隔离病房，什么时阵会使重新启用，爱个评估。很感动了哈，来这个地，我其实去年也常常来。那今天来到这里，看到就是说整个桃园医院哈，大家士气非常好。为了部长陈时中甲行政院长苏贞昌，嘛来到重新启用的记者会，替这医护人员加油。毕竟这40天来，对这医护人员来讲，压力真的是有够大。前2周是我们压力最大的时候，因为就是同仁一直有确诊的个案出来的时候，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压力。因为如果我们都撑不住了，那病人怎么办？医生甲护理师嘛拢已经准备好啊，想要登去防疫的第一线。指挥中心的专家已经评估过病院感染控制无问题，不过伫人力无增加的情形下，未来要恢复治疗新冠病人，会缩减规模，落实分仓分流，避免个越来越去。